歡迎收睇晚間新聞，我係陳嘉欣。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國慶黃金週暫時超過44萬內地旅客嚟咗香港，旅遊業界話要考慮喺8日之間推出更多嘅城市。8月零售銷售升3.8%，連升4個月，業界認為反映市道已經回穩。崔建春約見美國駐港澳總領事，提出嚴正交涉，要求唔見唔該見嘅人。英國曼徹斯特猶太會堂外邊有人揸車衝向人群同埋持刀襲擊，咁造成2死3傷，兇徒被警方擊斃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內地國慶中秋長假期第2日，截至夜晚嘅9點，有近21萬5千人次嘅內地訪客入境，而第一日就有超過23萬人次。有旅遊業界話，唔少旅客受到盛事吸引嚟香港，建議要推出更多元嘅活動持續吸客。